在当后，台南再次申办全国运动会，市府团队为了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精英选手做伙车拼，呈现最佳的成绩。特别邀请北平市台南人的男篮来担任选团大赛，用职棒啦啦队青春舞蹈来为选手加油。非常的开心，而且每次下来台南开记者会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，就是觉得非常的开心，然后也非常荣幸能够担任全运会的大使。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选手在场上的表现，然后为他们加油。咱日前除了要感谢所有选手争取最佳成绩，身为地主台南嘛宣布这届比赛金牌奖励金要额外加码到35万，成为6度上济。那为了要提供给我们选手一个更好的一个诱因，我们提高到35万。那这35万就是在6都里边是最高的。桃园市第2名是32万，那其他的4个4都呢都是30万。那这个就是一个诱因。那其实奖金是其次，最主要就是我们台南市为了要对这些选手有一个好的保障。如果你代表我们台南市来争取到好的成绩，未来我们台南市有一些学校的专业运动教练，我们呢会特别来辅导他们留在我们家乡，来为我们的这个代表队来做服务。距离全会10月21号开幕只剩50天，市府伫奖金、伫精神上顶面都要鼓舞选手，就希望大家伫全会尽全力，并挑战明年巴黎奥运的机会。台南好山好水，而且好吃的东西太多。明年2024年是台南400，所以说我们很多的活动同时在台南举办，所以欢迎大家在10月21日到26日精彩的10月光辉的10月来到台南参加全国运动会，不管是参赛或是为选手们加油，统统是非常适当的哦。112年全国运动会，台南欢迎你。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